因為依家係暫時租俾嘅租客咁係入住嘅一個狀態嘅咁全屋嘅一個藝術室啦，包括埋房屋呢邊嘅一個梳化啦、床啦同埋嘅電視櫃啦，其實呢個裝修嚟講都係比較現代嘅一個裝修70平方嘅呢個兩房單位都係海景視野嚟講比較闊綽啲嘅背山面海嘅一個風水位置所有嘅一個生活設施嚟講係非常之成熟嘅。其實38座嘅呢間單位單價4000幾蚊可以望得到海景，呢間單位嘅一個性價比係比較高啲嘅。大家好，我是女人丹丹啊。咁依家咧，我係所在維港灣嘅38座嘅鳳凰樓層啦。呢邊係3梯7房嘅今日同大家推介呢間單位係2房嘅咁我哋入嚟睇到啦其實開發商呢邊嘅一個交標質素都係比較高啲嘅因為7房呢邊嘅一個位置其實隔籬係一個單邊位啦咁我哋係對住電梯啦，中間都有一個防火門嘅，帶埋呢個窗戶嘅咁我哋入嚟呢邊睇到開發商嘅一個門鎖啦同埋咧3合1嘅一個智能嘅碼鎖密碼啦，同埋指紋啦，同埋鎖匙嘅後面呢邊嘅話佢係有全屋嘅一個電掣嘅，就每個開關都寫得清清楚楚咁在房屋裏邊咧，其實呢個業主咧做得非常之細心，佢全屋係做咗呢個藝術室啦同埋電掣櫃啦咁旁邊呢邊係一個電掣嘅一排鞋櫃啦在呢邊嘅扶手位置都係擺啲嘅鎖匙然之後開發商呢邊嘅一個交流標準嘅廚房咁都係一個 L 型狀嘅抽油煙機啦，同埋通埋燃氣嘅咁下面呢邊都係一個洗碗機啦同埋旁邊呢個雙開門嘅雪櫃咁燃氣呢邊業主都係全部已經開晒噶啦全屋咧保持得比較新淨啲，因為依家係暫時租俾嘅租客咁係入住嘅一個狀態嘅咁全屋嘅一個藝術室啦，包括埋房屋呢邊嘅一個梳化啦床啦梳化啦，同埋電視啦，同埋嘅電視櫃啦，其實呢個裝修嚟講都係比較現代嘅一個裝修全部都係一個現代化嘅一個裝修設計咁我哋睇埋呢個房間公共洗手間同埋嘅房間嘅位置咁70平方嚟講嘅2房咧係屬於一個4兩房不過咧佢嘅一個沖涼嘅地方都係 OK 嘅同埋咧依家5期維港灣佢嘅一個交標嚟講係比較新啲嘅，所以咧用嘅呢個馬桶都係智能馬桶嘅一個交標啦，包括在嘅洗手間呢邊嘅一個瓷磚全部都係做到頂嘅咁呢邊嘅鏡後面都係帶埋呢個儲物空間嘅房間呢邊其實屬於1加1房，呢間房咧都係開發商後期咧打通出去，相當於其實呢邊都係帶埋呢個窗戶啦然之後業主係搞埋一排窗簾旁邊呢邊嘅一個定製嘅一個衣櫃啦，其實咧業主嘅裝修嚟講比較實用啲主要嚟講全屋咧做埋呢個藝術室咁佢裝修嚟講係好靚嘅咁我哋睇翻呢個主臥室啦，主臥室旁邊咧都係做埋一排嘅一個衣櫃啦都係全屋到頂嘅一個定製衣櫃咁再加埋1.8米嘅床咁我哋睇翻呢個景觀主要嚟講呢間單位嘅飄窗都可以望得到海景其實4000幾蚊好多嘅粉絲朋友會覺得在山頂係咪唔望海嘅單位啊？其實我哋因為呢個樓層嘅原因咧，佢係一個中高樓層嘅，所以其實在房屋裏邊在依家我哋嘅房間，包括在露台呢邊都可以睇得到海景。咁我哋睇翻呢間單位嘅一個露台嘅一個景觀。
70平方嘅呢個兩房單位哦。主要嚟講，今日嘅天氣咧陰天，其實景觀都係好開揚嘅哦，唔會話落雨天啦，完完全全睇唔到海景哦。佢都係海景視野嚟講比較闊綽啲嘅哦。同埋咧隔籬呢邊其實咧我哋38座距離隔籬呢幾座嘅一個路間距嚟講係比較闊啲嘅，所以小區嘅一個園林視野咧其實係比較開闊啲啦，比較開揚啲啦。同埋小區嘅園林嚟講係做得綠化做得相當啲 OK 嘅哦。咁如果係中意運動啊健身嘅朋友，其實住緊山頂嚟講都係 OK 嘅，平時可以運動啊，然之後健身，然之後如果係自己冇車嘅朋友，咁需要上嚟嘅話，都係需要自己買一個高爾夫球車會方便啲啦。因為咧佢需要經過呢個觀光電梯嚟講，佢係行路上嚟講，其實都需要半個鐘左右嘅一個時間。因為我哋依家呢座咧，佢係比較靠側邊啲啊。咁其實咧，在十里銀灘五期維港灣嚟講嘅一個交通嚟講嘅話，都係去到前面落路沙灘樓下沙灘嘅位置咧，佢係由京橋巴士嘅一個巴車站點，可以去到深圳路啦，同埋蓮塘嘅一個站點位置咁大致在維港灣呢邊都係一日有10班車左右嘅，一個鐘頭有1班車嘅一個車程咁旁邊啦都可以望得到呢條罅嘅一個海景咁其實右邊呢邊都係睇得到當地居民嘅一個村莊嘅一個位置背山面海嘅一個風水位置，其實都好靚嘅咁交通方面嘅話，除咗巴車之外，其實係需要自己揸車上嚟。依家38座會方便啲啦咁去到設施嘅話，其實咧十里銀灘維港灣呢邊佢有2萬平方嘅一個商業街咁樓下呢邊嘅餐廳啦同埋新鮮超市已經全部開晒啦。咁好多粉絲朋友會講，如果係過嚟呢邊買餸，係咪一定需要下面咧？其實咧，依家手機 Apps 裏邊咧都可以點外賣新鮮超市，然之後咧直接係將嗰啲餸直接係送到門口嘅，呢邊都係比較方便啲嘅。包括嘅話，其實都係在京橋巴士嘅一個巴車點，佢有一個穿梭巴士可以去到十里銀灘嘅一個3期海鮮市場啦，同埋1期嘅一個銀湖市場嘅一個位置。所以其實十里銀灘嘅呢大區域嘅一個所有嘅一個生活設施嚟講係非常之成熟嘅咁我哋再睇翻呢間單位啦，其實38座嘅呢間單位單價4000幾蚊，可以摸到海景。確實嚟講，依家咧在十里銀灘咁多樓房裏邊，呢間單位嘅一個性價比係比較高啲嘅我哋咧都有318000嘅一個單位啦，不過咧佢係相當於係朝東北向唔望海景嘅。不過咧呢間單位其實咧，如果係呢個方位嘅話，佢係朝西向，相當於其實在呢兩座樓宇之間嘅呢條罅咧，都可以摸到日落嘅 view 同埋帶埋呢個海景送俾大家咁全屋裏邊我哋睇翻呢間屋嘅一個裝修，其實咧從嘅電製櫃啦，包括嘅家私家電嚟講，其實都係比較新淨啲嘅咁如果有興趣嘅話，盡快上方2維碼聯繫我哋啦咁今期視頻大致嘅一個講解，我哋下期再見，拜拜。